圣诞节来到，基美博物馆伫广场设置13米高的圣诞树，也搁趁着假日时啊举办系列活动。悠扬的圣诞节交响乐曲传遍整个馆内，这届有音乐会、舞会、西洋剑展览等上百场表演节目。来到外口有 DJ Party 亲自围导，也搁有各种美食的市集，亲像是应景的地点、空牛排，拢见袂少人排队。食好生好了后，会当转来到圣诞树边啊，下新年愿望。新的一年心想事成，顺顺利利，很有圣诞节的气氛啊！因为应该南部就只有这边是最大的那个圣诞节的广场，就很 chill。然后如果说就是逛完一圈的话，也都蛮丰富精彩的。圣诞节快乐！今年活动迈入第7档，以地点画师们的灵感，用16、17世纪的欢迎意象，诠释圣诞节的华丽氛围。展览也用将近68珍贵画作，让民众亲自了解艺术黄金时代的背景甲故事。画师们走进16、17世纪尼德兰绘画时代。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代呢，它刚好是一个非常繁荣然后兴盛的年代。所以呢，我们就取其这个华丽的这个繁盛的这个概念来作为我们这次圣诞节的主题。那在我们这次画师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它是结合奇美博物馆12年的这个一个研究。圣诞节结合基本响应，这回活动规模会当讲是上丰富的一摆，甚至也有全新亮点，要予大家真水式的节日体验。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